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后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做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杯，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咱台湾人咧讲的台语有真侪腔口，亲像北部的宜兰腔，食饭配卤卵，或者是中部的鹿港腔。去饲啊无猪肉，拢非常有特色。啊，那南部咧，资深的台语作家陈雷先生有一篇小说，内面都记录着南部一种非常特别的腔口，也就是咱台南的关庙腔。今仔日咱暖暖查门客台语文学广播剧第二季陈雷第一篇小说系列节目的第一集，咱特别邀请大家做伙来熟悉这个特殊的腔口。新山分享一个无向命运认输的勇敢女性的故事，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陈雷先生的小说作品《贵人阿嬷》。这个故事的起头是因为我捌一个台湾贵人遐的家长吼，啊，伊的囝来伫加拿大留学做小留学生吼，啊，迄个中间我才听到这个故事吼，就是讲伊的老母吼，像贵人阿嬷内面安尼写的，啊，这个规出戏是咧表现讲咱古早台湾人查某人的地位啦，的问题啦，啊，第二就是讲。伊的囡仔，伊的家庭安怎来应付这个贵人阿嬷过去的代志？吼，这是这个故事的两个要点。阮贵人阿嬷甲阮老爸同款，做人无性无地，不时一个面笑嘻嘻，有话一句一句聊聊啊讲，轻声细碎。毋捌看伊大样想起过，不过伊讲话有一个真深色的腔口。阮阿爸讲，敢若贵人遐才有，别位无人即款的讲法。阮去找阿嬷，上爱甲伊创治，刁刚刚问讲：阿嬷，阮带去车头好无？你带我去车头要创啥？喙齿老风阁光子，阮着甲笑。学伊讲，阮带你来车头看火车。啊，你毋通甲阿嬷笑，互阮笑袂煞。贵人阿嬷一个真深刻的所在，就是贵人人腔吼，坐车去随人吼，迄个诗的音拢会出来吼。啊。这伫遮都好加载，因为咱有罗马字会当表达这个腔出来。吼，你若写汉字白白一字车，
除非讲你规群人你读做写，啊若别位诶人拢读做车啊，所以顺续表现即个台湾诶即个台语诶音调腔口诶深色诶所在啦。关庙人规群人咧讲话，会甲词声头诶词念做诗。可比讲王宝钏去菜市啊买红菜，会讲做王宝钏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就是甲词换做诗诶声头啊声母啦。啊，关庙人咧卖电风讲，啊，我即支电风哦真正耐用，你买转去哦足好吹，吹5年、吹10年，抑搁咧吹，哦，啊，因诶腔口就是安尼。啊，你买转去哦，真好吹，吹5年、吹10年，抑搁咧吹。啊，听到的人诶，拢会感觉真深色、真趣味。这都是关庙腔、归音腔。啊，伊有迄个声头出归时诶现象，就是词变做诗诶现象。规人参这关庙地头啊，有一款特别的腔口，别位罕有啦，就是甲这个词念作诗。可比讲，咱来去车头坐火车，就是咱一般人讲的，咱来去车头坐火车，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啦。哦，啊若无第二句，你若听伊规人关庙腔讲菜市啊听无，搁准煞买红菜，红菜啊我都用买。哦，所以咱台湾吼虽然无大，毋过台湾各地吼哦，侪腔口真趣味的。所以单独伊写即篇，虽然写这英国的查某人的即个苦楚的人生吼，啊，毋过伊甲设定去关庙呢，伊即满若毋是关庙，是咱一般腔的迄落就较无即个趣味的腔口的所在嘛吼。阿嬷上晓煮食，凡是田庄人做的，炊粿、鳝粿仔、拍笋干，伊拢会晓。特别是伊炊的九丁粿、草仔粿，上介好食。毋过伊爱做，毋爱食，做好就分互人去。阿姑较食后甲阮讲：阿嬷爱人报。阮看到伊，就甲学。阿嬷，你的粿做好食。阿嬷，你的笋仔上介脆。伊就摕足济互阮，讲：阿嬷拍的笋干放较久嘛，要洗洗洗。阮看到伊，就甲学。阿嬷，你的粿足好食诶，是毋是学就是学落啦，吹捧吼。啊，简单讲就是学啦。囡仔人爱人学，老人爱人报吼。规人阿嬷即篇是一篇足趣味诶小说，嘛是足古锥诶描写。我家己真喜意规人阿嬷即篇。伫内底咧，规人阿嬷伊有一个特色，就是伫规人甲关庙遐个台语诶腔口，因诶即个词拢会变做诗吼。伫即个语言学叫做出归时吼，就是因有即种特殊诶，有人讲关庙腔，嘛有人讲是即个规人腔吼，也是认得诶腔口。所以伫内底咱会当看到即个阿嬷伊诶性地是一个足好性地做人真好诶一个阿嬷。所以咧，伫内底遮诶孙仔就定定会甲阿嬷创治吼，拢会调讲讲阿嬷，阮带你来去车头好无吼？伊就会讲，恁带我去车头要送啥安尼吼，这就是关庙的腔口吼。咱伫看台语的文献的时阵，定定会听到安尼的笑话。但是我是第一届伫文学作品内底看到有人甲即种腔口用安尼的方式写落来所以伫即篇小说内底嘛，互我知影讲台语的罗马字真重要，因为台语的罗马字会当甲关庙腔，就是规人阿嬷的腔口甲伊记录落来，这是用汉字无法度来表现的。阿嬷有一项上深刻的，就是爱困。今仔食饱，爱困神就来，伫炕落桌顶，目睭刻刻就困去，坐在椅仔顶，哪拄久哪寒。
记载人安怎讲话，安怎吵也无要紧。阮要用锁啊，甲伊猫耳孔，嘛是猫袂醒，一定着拄半点钟，困饱免人叫，家己着精神起来，好势溜溜，目睭金笃笃，袂输拄只无困去安尼。阿嬷78岁生日迄天，一大堆人挤一厝内，算算诶，后生新妇2个，查某囝囝婿4个，内外孙10个。阿嬷讲是闹热四散，欢喜甲话讲袂煞。阿母啊，生日快乐！阿母，祝你身体健康。阿爸甲阿哥摕红包互伊，伊毋收，讲我啥物拢无欠，啥个红包摕互囡仔分分的。伊定着家己要煮互大家食，串2道顶，煮甲逐项有。哇，放啊遮青草哦！哦，煮甲有够澎湃的啊！阿嬷的手落菜哦。来，趁小金下。哦，来，小金下，阿爸看大家食甲差不多啊，赶紧去mua鸡2个要来切，已经袂赴啊。阿嬷一双伫坑咧，卜一个都困去啊。坐伫椅仔，目睭刻刻，头壳拄咧，困甲咕咕叫。袂赴啊！阿嬷困去啊！爸，你骹手伤慢啊啦！先我困者，等下来切啊。大家无法度围伫伊身边开讲，大声细声，等伊精神通去切鸡2个。我坐伫桌边看，阿姐咧甲切竿吹电风，大姑甲伊烧手，二姑甲伊热头鬃。我心内想，阿嬷大概是全台湾上介好命的老人啦。跳啊，过来关庙迄年18岁，登去归仁迄当嘛才24岁，生2个查某囝，一个后生。因人到路上第3期过身去，这个路上是卖川进前就有啊。做亲情的时，亲家甲园人暗藏起来，无互新娘头知影。跳啊，过入门了后。一个翁不是酷扫，各会配伙，才知影打害呀，路上带真重。向时啊，毋比即马，路上无药医。这个路上，咱咧讲着是肺结核、肺疟，这种症头伫迄当阵无通去治疗。伫另外一个台湾的作家，即个钟理和嘛有写着，就是迄当阵的人呢，若着迄落只会当去疗养院尔，若无就是做手术，甲鼻仔骨切落长。一般来讲就是无救，所以迄当阵无药医，就是讲伊即摆知影是细菌造成的，但是迄当阵毋知，所以迄当阵呢，就是拢去疗养院，就是去感觉着讲，是毋是去山顶啊，去山内，还是去空气较好的所在，着法度治疗。但是后来知影讲，其实毋是安尼，就算互伊去疗养院，伊嘛是会豆豆啊，即个肺部破坏去，所以尾啊肺部功能拢变歹去，规身躯拢会感染着安尼。所以伫迄个时代，足侪作家
也好，像即个台湾的作家也好，还是讲国外的作家，拢会有着即个戏落啊，因为着即个戏落，就是拢会甲写入去作品内底，所以即个戏落伫文学内底算做是讲足侪文学作品拢会写着即个戏落安尼。即个翁死了，贴我的老母毋甘查某囝少年长赶，搁来一世人落落长，无查甫人伴，就来找亲家参详。亲家讲：查某人嫁出去就是人个，嫁嫁就嫁人，嫁到软狗空。即马阮囝死，无长寡，搁来嫁别人，拍歹阮陈家的名声。阮查某囝互人骗一摆，袂使搁第二摆。亲家无欢喜，叫跳仔来问：即个代志，你拍算安怎？跳仔想想来讲：我带囡仔转来去桂林。你若踏出陈家的一骹步，就无搁再入来啦。囡仔也免搁想要见一面。跳仔下决心，甲囡仔讲：阿母要转来去桂林，恁乖乖甲阿公阿妈做伙吼。三个细汉囡仔放咧，家己一个甲老母转去厝里。查某人嫁出门就是人个，嫁嫁就嫁人，嫁到软狗空。即摆阮囝死，无少寡搁来嫁别人，拍歹阮陈家的名声。即个俗言语实在收袂了，我收40档才出2大本，尾啊！搁直接看到一句我收无到的，嫁嫁就嫁人，嫁到软狗空。即个嫁人、嫁男、嫁人，足侪人种讲法嫁到软狗空，较早狗要出入拢爱软狗空。一个所在爱讲一下，拍歹阮陈家，即摆会晓安尼讲的嘛，真少啊。迄生后壁的家，爱轻声小家、zan家、陈家、蔡家。但向时查某人翁死了，咱叫做死翁的，亲像一支讲破的花杆，无人要点，搁加讲较容易。尾啊7岁8岁。去当着一个死母的挂2个情人囝，嘛是姓陈，互伊做后寿。总是这个姓陈的大家伙，房头内有小可田园甲厝，亲情50，惊跳仔过来生囝分财产，毋互伊入户头，算做是无在业的，饲伫边仔的尔。迄2个情人囝，一个3岁，一个4岁。跳仔甲因照顾，准家己下油饲，真是疼惜。毋过房头内人多代志多，跳仔早暗膝头做袂煞，阁是无心无魂，无人看伊有。迄时2个情人囝听大人的话，看大人的样，嘛甲伊当做查某囝款待。死翁吼，就完全无地位，地位就失去啊吼袂使讲破的花杆安尼就对了，完全无价值的，所以伫遮即个桂林阿嬷就是安尼，第一，伊互人骗婚，少年就嫁一个要死的翁，嫁了生囝，人就甲拔出去，因为伊坚持讲，因老母甲伊拢坚持讲要搁嫁，
即点原来是即个小说内面的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迄阵查某人挑啊，即个人，要争取伊的权利就对了，无爱阁揪带单价揪一世人，照古早迄个较无合人性的即个制度就对，即个风俗，这原来是即个规人阿嬷内底的一个要点就对了，所以古早即个查某人啦，死翁就是无地位，这是真确实的代志我是咧想讲，咱来甲迄个时阵查甫人死某来甲比较一下。迄个时阵查甫人死某无代志啊，会使阁娶，恁厝里的人嘛拢叫你爱阁娶，厝内才有人照顾，有人啥货，你死某若出去要阁嫁，你规个家庭的门风啥货都拢破坏去查甫死某是颠倒。所以死翁甲死某做一个比较，咱就知影讲，迄个时阵查甫查某地位差偌济啦。无人要甜，这甜我一直怀疑，单于先生伊留有去目着泉州腔、海口腔啊，因为普通要甜无，要甜，伊会较特别是讲甜。伊是第五条，伊标第五条，其实就是全腔的第八条啦。第，所以这个第，你若照这音乐吹，书店吹无，就是无人要爱啦，无人要甜。后收，普通是讲原配过身，佮娶的某，或者后收。若情人囝，就是情翁还是情某所留落来的囡仔。安尼到即两个囡仔又大汉，娶某生囝，翁过来过身去，帮头来分财产，挑我一个人无名无分，无人要留伊，又搁互人赶出东家的门。迄时，挑我的爸母早就无去啊，煞孤单一个无依无换，四界甲人做地工，有时着去分食，安尼受苦过了冬。尾啊，有人看袂做直，来甲关庙即个亲生囝讲：恁老母住伫桂林，一个人无依无我咧甲人分食，你毋着去甲看一下。迄后生去到地，老母一身躯破衫破裤，太过离落，住伫一间草寮啊，咧甲人过山野园。一时毋敢认老母，老母也毋敢要认伊。转来到厝，未食未困，想来想去，毋知要安怎好。有人甲伊讲：唉，恁迄个老母自细汉，甲恁姐弟仔三个人放咧，做伊去嫁，甘愿去饲别人的囝，也毋捌转来看恁一面。到即马食苦，是伊家己找来的，无怪别人。恁会使毋认伊。迄后生甲阿姐参详，老母虽然有生咱无摇咱，嘛有照顾人的囝儿，像亲生的甲疼惜。即摆伊互众人放散，咱做伊亲生囝，若无去认伊，敢毋是像30当前，伊做咱的亲生母，无认咱，甲咱放散共款。算来去，佫摇头讲：毋通，即个人世间的苦痛甲怨气，咱毋通佫互伊牵连落去，拖煞袂煞。所以，就甲老母接转来关庙。迄时，老母已经50外，起一间厝互伊住，佫知影伊爱种作劳动。另外，学一块6分地，互伊种果子、种竹仔做义娘，就是即马阮阿嬷咧住的所在。做义娘，这个义娘毋是正经的代志，做耍的，还是好耍的，即款拢叫做义娘。消遣嘛会使讲，对，做消遣啊，摆遣啊，毋是正经的啦，迄都做义娘的尔。义娘
其实我汉字无一定是迄个字会字啦，有人就是讲讲字字啦。所以这汉字吼，我就讲遮一冬来，我感觉汉字实在是无法度去负担台语的书写。伫遮咧，即个阿嬷诶性地咱着知影，第一，伊有即个特殊诶腔口；第二，伊是一个真乐观、真乐天，佮有做人真好诶阿嬷。但是，其实阿嬷伊诶一生是一个真辛苦、真无平顺吼。伊叫做即个跳安吼，伊是嫁来关庙，原本是住伫归仁吼，所以中有着有描写着足侪阿嬷辛苦诶过程吼，伊家诶翁。佮死佮酒挂等等照顾进前诶迄边诶囡仔吼，所以即个背景其实甲咱熟悉，比如讲我诶阿嬷，还是咱身躯边诶阿嬷，拢会有即种诶经验。但是伫单类即篇小说有一个足好诶一个特色，就是讲虽然跳阿嬷看起来是遐尔悲情，会使讲就是传统，咱知影台湾阿嬷吼，人讲就亲像迄个。阿信吼，日本诶阿信安尼遐尔苦命吼，但是即个关庙阿嬷，伊是足乐观来看待伊诶生命。伫迄个重男轻女诶社会内底，伊无接受教育诶机会，佮有因爱负担男性，还是讲伊诶即个大家大官，甚至小职小姑才会生活，所以因担一个足大诶即个重担。有可能这就是阿嬷歹命的原因，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咱看到跳这个归仁阿嬷，伊去转换伊的心情，伊去疼惜进前的这个翁留落来囡仔，伊用一种乐观的心情来面对伊的人生观。阿嬷精神啊！来！这时，阿嬷困饱，精神起来，看桌顶一块大大地鸡卵糕，问讲：“哎哟，大家讲话，这鸡卵糕太无人要食。鸡卵糕阿嬷无册，要安怎写？”阮委婉去甲伊讲：“阿嬷。”恭喜老空间！恭喜啊！健康！伊切鸡卵糕互我，问讲：美啊！你毋是休赖去英国读英语？嘿啊，拄则转来，足心息诶。阿嬷点头讲：恁即摆查某囡仔真好命。我牵伊的手，一双大大毛，佮粗白白，印伊讲：你阿嬷向是加真好命啦。阿爸徛伫边仔听着，甲阿嬷看，佮甲我看，点点啊笑，拢无讲啥。我心内替伊讲：阮即个归仁阿嬷，好命歹命是人做出来的。毋是天注定的。最后单类写讲，即个归仁阿嬷伊的好命歹命咧，毋是天注定，是人做出来。我真认同即句话。伫咱的生命当中，特别台湾女性无共的世代，可能有人会认为即马台湾的女性已经是较好命吼，但是这嘛是在人看。有诶人嘛会认为，其实即马抑阁有即种传统的包袱啊。嘛是抑阁有大家大官诶问题，也是讲伫现代女性，伊虽然有工课诶能力，总是伊嘛是爱负担厝内诶工课，所以可能有诶人嘛会认为家己毋是好命，也是有诶人是认为家己是好命，这拢足歹讲。但是单类诶即篇小说，互我做一个现代诶女性，互我重新去看我诶阿嬷因诶生命，甲我诶妈妈诶生命，甲我诶生命，我就足想要学习归仁阿嬷伊诶即种乐观来看待家己诶生命诶即种诶态度，因为即种诶态度会互咱
去转换，有可能原本是一个无好诶环境，但是咱若是学习规人阿嬷诶精神吼，咱诶生活也是咱诶生命观嘛会改变。所以这个是做一个女性读规人阿嬷诶一个想法。所以我真介意这篇小说，伫内底读诶时阵，会当读到女性伫无共世代诶光景，佮有女性看待生命诶价值观，佮有台湾母语伊诶即个宝贵诶腔口，伫咱台南关庙归人认得即个所在已经失去诶，已经真少人搁在讲，但是是宝贵诶关庙腔，拢伫归人阿嬷这篇小说内底。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联咱今仔日欣赏的这篇陈雷第一篇小说《归人阿嬷》，作者陈雷先呢，甲台南关庙归人即颗梨仔的特殊的腔口做一个忠实的记录。安尼做法，伫文学上有啥物意义甲价值？这部上来去，咱来听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的见解。这是一个趣味的方式，就是有时咱拢会讲，常常讲某一个什么所在腔口偌尼趣味咱可能拢就是会去当作笑亏，当作好耍安尼去讲我想这篇伊当然伊是用心色这个词啦有时咱会讲什么物件做心色这个腔口做心色我提起讲各地头可能会当来摕来做一个参考，就是其实这是会当透过这个作品来互咱这个腔口特色用真活跳的方式来保存啦这个腔口虽然无对有流失的倾向嘛有足侪人就是因为足惊人笑讲这个腔口小可有出现这个腔口就会互笑的这个见笑的感觉，其实是应该爱甲伊颠倒变过来，就是讲这是咱家的特色咱家的真好的一个应该爱保留的一个物件。这个感触足深啦，就是讲大家拢会去笑归人甲关庙的腔，这个是拢一直互人当作笑话咧看的这个问题但是透过陈雷生的这个作品，其实是颠倒是一个正面的，就是讲这个腔口虽然咱去看伊用罗马尼去写的腔口，咱会感觉讲读起来好笑但是我想伊的重点应该一方面是要凸显这个特色啦一方面就是应该爱互更较侪人若会当，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感觉讲应该是各地头若会当拢有这类的作品来互这个特殊腔口透过作品来呈现，应该是一个正面的教材啦所以虽然讲一方面是地号名归人但是就是讲透过这个作品来互咱去了解到这个特殊的深色的腔口，我想是这个作品除了伊本来就是真活跳用足侪这个对话来互咱看迄但是我想伊这个背后的对特殊腔口的凸显，是咱应该爱去重视的嘛是一个应该爱代代流传的一个物件。今仔日故事内面的归人阿嬷，毋但有特殊的腔口，嘛有一种坚持要追求人生幸福、毋向命运屈服的勇气。海洋台语文学总编辑李金华老师，嘛互这篇小说深深感动。陈雷的《归人阿嬷》算是伊第一篇小说内底上出名的一篇。大家拢真介意这篇小说。我嘛是，我毋知影读第几遍读遍流目屎。陈雷用真趣味的笔法写真使人感动的故事，伊用这个
规人关闭迄搭的腔口，就是要字会用字拢讲作诗，所以变做讲伊的腔口真特殊，外地人会感觉真趣味，用安尼的趣味性，结果是伫伊做生日的时阵，拄好伊拄久去迄个时间，伊单位甲插即个阿嬷，就是跳啊的故事，伊是安怎会歹命？结果最后伊醒起来的时阵，来切鸡卵糕。作者煞互咱感觉讲，即个阿嬷确实是全台湾上好命的一个老人啊。到底是好命还是歹命？毋是天注定，是人注定。当然，咱即摆用广播剧来表现，应该会搁比这篇小说较容易，互人接受。毋茫透过广播剧的广播，互单位的这篇小说，通正做大家介意家己的母语，介意台语文学，介意用家己的语言来讲故事。暖暖站门溪，咱的故事探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单位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节目说入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单位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平安，我是金娜。规人阿嬷内底阿嬷跳啊，有真明朗的个人特色，讲话有古锥的关庙腔，煞正做囝儿孙创治伊的出头。普遍生活中讲家己母语有家己的腔口，是安怎会互人摕来翕相呢？这就是欠一份尊重尔。为这篇故事中，看到传统女性的运命，拢伫别人的手里互操作，家己无主宰权，将规生的性命价值顾在人嘴牌，后果煞着家己来承担。伊互人安排的两摆姻缘，并无互伊得到幸福。看到这，我大心肝。加在我出世伫现代，阁是出世伫台湾。规人阿嬷会晓做过主者兼做事。若出世伫即卖的年代，伊绝对会当有家己的事业天下，无的确爱倚靠查甫人，嘛有家己会当发挥的空间。文章尾后，阿嬷欣赏查某孙仔事事项项拢会当有家己的主张安排，出国去学英语，比伊加真好命。为遮会当看出伊嘛捌想过要家己做主张的愿望，上无毋免互人加紧紧。查某人毋管有嫁无嫁有几岁，拢值得人来疼来惜。若无人来疼惜，佫较爱家己好好啊疼惜咱家己，有通家己主张，才是真正的幸福。
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就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